今天是2005年9月25号，藏文课是第56次。先复习上次的132页第5句开始。爱帮出于米娘巴米月，爱帮出于米娘巴米月，打桑林给改变普木，打桑林给改变普木，新加来穷马儿勤备，新加来穷马儿勤备，给错儿出恰内，给错儿出恰内，打咱们西所斜坡，打咱们西所斜坡，与把他们借，与把他们借，主米给米通外，主米给米通外，我却读诵读，我却读诵读，前对起无光那样，三对起无光那样，撒拉破败秋米通，撒拉破败秋米通，替你凝结让心间，替你凝结让心间，星罗堂这部咱给错行，星罗堂这部咱给错行，说恰了那么样才玩儿米切多，说恰了那么样才玩儿米切多，开得缺给，开得缺给，给错情报西秋破棒，给错情报西秋破棒，吉隆有白皮干，吉隆有白皮干，雪巴儿民给我，雪巴儿民给我，改变加钱低难度，改变加钱低难度，一个忙给多耐，一个忙给多耐，杨大把儿三星，杨大把儿三星，改把儿米吹索，改把儿米吹索，他开上来第单，他开上来第单，俺马西帕尔杜，俺马西帕尔杜，苏拉翁马切，苏拉翁马切，当爱缺了，当爱缺了，忙包让特度，忙包让特度，马嘎瓦马切，马嘎瓦马切，卡来切，卡来切，当俺单位，当俺单位，俺马通，俺马通，他可让看堂，他可让看堂，白玉戳浪拉他儿对，被说浪拉他儿接，体内往堂当俺带让带，天内往堂当俺带让带，他爱拉马拉须内，他爱拉马拉须内，却用让用玩桥，却用让用二桥，即将对，即将对，多干了可虚瓦，对标了对虚妄，一判罢来，一判罢了，地波让马牛，地波让马牛，特东罗干娘囊，特东罗刚娘囊，罗卓让马蹦，罗左让马步，爱给铺地了，也给菩提了，明日也没到，宁玉也没动，却也米勇往，却也米勇往，听把银南，听把银囊，地基当那，一记当那，爱却七度，也却七度，嘎瓦也马结巴度。高瓦也马结板读。好，今天咱们再往后来一些。下边这个是语气副词呢，还剩一种叫这个语气副词。注意，这个不是那个也，跟上边不一样啊。你看鸡字不一样，这个鸡字是啊。如果上边是枕报呢，它就只发那个枕报的音，啊就不发音了，所以就发哎。读
这个就是疑问词的意思，就是这个是不是啊？是吗？是否？记了，卡了，记了卡了的意思是怎能？就是记了卡了怎能？这些做状语位于这个动词和形容词根之前，表示怀疑或反诘的口气，就是反诘就是反问的口气，怎么能如何如何？怀疑就是前头那个是不是啊？咱们来看一下具体例子啊。我那么给你，我们，然后加句格是做主语，你是停顿一下就强调我们啊，这个强调就是我们干什么了呢？是起单切干，起单是怎样？起单是怎样？如何？后边切是做，过去时，怎样做？干也，我们呢怎样做也怎么样？就是无论怎样做，也是下边的结果。什么呢？就是马去呢？去就是穿东西，这个穿针引线呀，穿过去，马去呢，就这个去，咱们前头那个出现过，就是那个唐朝考那个求婚的使团考题，就是让他们把一个线从一个什么九曲什么珠里头穿过去，就是去学过，就是这个可能就是那个还是那个考题，就是这些这个人们呢，给了考题之后，他怎么穿？起单切干，怎样做也马去也穿不过去，这个翻译的时候，去是穿过去，马去就是不穿过去，就是穿不过去。哪呢？一个是有这个在此后，一个还有比较的意思，就是我们前头这些人都弄不过去。这个从这种情况出发呢，在这种情况的基础上，后边呢有一个比较的意思，就是可以让去对西。可以让就是你自己就是你了哈，有点尊称的意思。您去就是去前面加表示呢是否能穿得过去，就是表示怀疑疑问，你能不能穿过去？对。是看的命令式，这个就是我们看看，对西，我们看一下，我们看看，让我们大家都来看看你能不能穿过去。对西最后就是命令式，就是命令，就是请求大家，就是说咱们大家都看着啊，大家都看一下，看我们都穿不过去，你能不能穿过去？好，这个意思也比较明白。这个语法现象就是用了那个用在形容词或者动词前头呢，表示怀疑，表示就是说，就是是不是、能否、是否，表示这个。好，咱们来读一读啊。我那么给你，起单切干嘛去呢？起单切干嘛去呢？可以让去对西。可以让去对西。这是一句，下一句啊。秋晨大都古交切。秋是水，晨是小水就是小河小啊。秋一个是水，再一个是河的意思，晨就是小河，也就是小溪。大度就是经常，就是老是那样。老是什么样呢？孤娇是什么呢？孤娇就是喧哗，就是那个后边这个句子汉文翻译最后那个喧嚣的喧，
华就是一个口字一个中华的华，喧哗就是喧哗叫嚣，形容人了，那就是闹得慌，就是这个意思。哎，切就是非常的闹得慌，就是说小溪，因为小溪都是在那个石头中间流，所以那个浪花也多，哗一个劲儿响，哎，所以小溪总是哗哗响，哎，总是闹得慌。然后看呢，夹错夹脚卡拉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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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夹错大海，夹脚跟那个孤交意思一样，也是这个嘈杂，咱们换个词儿，嘈杂，一个口字一个曹操的操，哎，嘈杂是这个什么也是这个闹得慌，哎，这个夹交呢，还加一个是这个嘈杂喧哗这个意思，跟那个一样。再一个，它还有什么叫欢笑声，得意的欢笑声，得意啊，反正还有点这个贬义的这种主要意思就是孤交、夹交都是闹得慌，都是喧嚣，哎，都是他译的那个喧嚣、喧哗叫嚣，反正是不太好吧，就是这种。说大海呢，夹交卡了就是上边说的那个在，你要是直接这个意思就是在哪里是吧？哎，拉是在什么地方？在什么地方呢？卡是河，在哪里？所以这那个跟汉语那个哪里是可以那个正好相配哈。哪里他哪里会做这事儿呢？是吧？哎，哪里正好跟汉语配上，卡了，在什么在哪里？哎，所以呢，你就直接记，就翻成哪里就行了。它上边翻成怎能，哎，你这个意思都可以引申过去。像那个记了也可以在什么里头，也是你就用这卡了一块来记，哎，就在哪里会那样的？大海哪里会喧嚣呢？哈，哎，然后着是那个就是叫高声宣布，宣扬，哎，这个不是贬义，它就是这个高声朗诵。高声宣布，高声这个就是宣扬，比如说宣扬佛法，宣扬什么，哎，就是高声说话的意思，哎，高声说话的意思。说大海哪里会高声的喧嚣呢？就是这就跟有点半瓶醋乱咣当，那个整瓶的这个水就不响了，就跟这意思。小溪或者在那个石头里头流，都是哗哗一个劲儿叫。哎，到大海人家水多了，人家反而不吭气儿了，这意思。这个语法意义就是用了一个卡拉就是记住就是哪里，哎，在哪里正好跟咱们汉文里头说怎能也是经常用哪里那个哪里啊，这个也是跟那个来这个意思也是那样转的，所以正好这个好记。卡拉就是在哪里会喧嚣呢？哎，好，咱们来读一下啊。秋山大渡孤交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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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夹错夹脚卡拉着，夹错夹脚卡拉着，夹错夹脚卡拉着。夹错夹脚卡拉着。好，下边再看，下边也是一个上边是萨迦格言的，下边不是萨迦格言，但是也是一个颂子。看啊，是汉盖云丹没丢呢，汉盖云丹没丢呢，汉盖云丹没丢呢，汉盖云丹没丢呢。汉前边刚学过，就是一块儿一起，汉记就是一块儿，哎，一起。盖是生，咱们说过，一个是从无到有生出来，一个是从小到大生长，哎，这个生两个意思。汉盖就是一块儿生，是什么呢？就是俱生，就是咱们说俱生烦恼，就是你生来就有的烦恼，那就是前生积累的，成了毛病了，成了习气了，哎，不用你那个，你就跟人贪，
人贪，那就是俱生烦恼。你是生下来人都贪，所以这就是一块儿生，就是俱生。俱生什么呢？功德、本事、学问。什么叫俱生的这个本事、功德、学问呢？他这下边译这个真学问，这是这个世间的这种这个就是的一种译法了。咱们先来纠缠它的本意，说俱生的本事。如果用这个最狭义的来讲呢，就是比如说人会喝奶，本能，他生下来就会喝奶。实际上这个地方实际它的意思呢，这是这个词的本意。然后他用他的转义，这实际上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或者是他说的这个真本事，或者是说这个人本来就聪明，真聪明。你比如有的人说这个不会这个东西啊，你怎么教都不会，人家这个人呢，本来就是这方面就灵，一点就通，就是好像有点这个生来智慧那个意思。就是实际上是你要是在咱们佛教里头啊，就是讲什么呢？就是比如说如来智慧德相哈，就是本来众生都具如来智慧德相，那叫本生智慧，就是真正的智慧。像那个其他的那个人们学习的智慧啊，那都属于那个视智变聪，都是属于那个类的，属于小聪明。他佛教里头是这样讲，当然这个呢不是佛教的句子，所以他的意思不是佛教的意思，但是他那个意思呢也是什么呢？就是说真正的智慧，就是说老实话，他这个意思世间的意思有点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个智慧要不是你本具的呀，你实际上开发不出来，有点这个意思。就是你比如说这个人就是弱智白痴，你怎么开发他都不行，他就属于那个没有那个具生的智慧，他有点这个意思。你比如说这个人一学就会，这就说明他这个智慧是具生的，有点真本事的意思。然后呢，迷就是没有这种真本事。比如呢就是如果是没有真本事的话，这个假设，胸中若无真学问，这个世间理解就比较浅了，就是意思就是说，具生智慧就是说你得有这个潜能啊。对了，咱们就这么理解，就是具生智慧就是你有这个潜能，你生下来实际上是有这个本事的，看你开发不开发。一开发出来了，这叫具生的智慧。那就是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也是具生的智慧。具生的潜能，你就具有成佛的所有的可能性，你就有这个可能性，就好像鸡蛋就能孵成小鸡儿，它就有这个可能性，这具有这个机性。石头呢就没有机性，就是你怎么弄它也不会这个开发出，不会把它孵成鸡，就是这个意思。比如在这什么意思？比如就是成为，如果你你是一个也可以一试，比如说经常一试，如果你是一个没有这个潜能智慧的人，没有这个具生智慧，实际上就是潜能，就是你没有这种潜能的话，但是这个世间这一用呢，它就直接就是说直接这个本事已经开发出来了，就是。好，咱们看下边啊。七曲绝北，七是有记得咱们讲过，宽的两个意思，一个是比较往后，一个是比较晚。空间上比较往后，这个时间上比较晚。比较往后这个意思呢，又开发出来一个意思，就是往后，就是往回，又开发出一个往回的意思，基本上这么三个意思。趋是这个情况，那个期还有一个意思是外，里内外的外，期还是一个表示外边啊。这样三个，空间上是往后，在外边，往回，时间上就是比较晚。期区呢，就是外面的情况，就是外表，外边这个情况形式区。就是一内容形式，它有这个情况形式的意思，外面的形式。
倔吧，倔吧呢是修改，就是咱们修改文章、修改作业，修改、改造，这个也可以是这个，就是那个做事情的做，单独意思。它这个做呢，就是有这个原来就有，我给它再做一做，要修改修改。然后修改外表，那就是说，修饰外表，就是我嫌我原来就有外表，长这个脸儿，我嫌这个脸儿不好看，所以呢，不白啊，抹点白粉啊，这叫修饰外表。然后呢，记了潘，这个记了你就用那个卡拉来这个联系它记，就是在什么地方哪里会潘利益，哪里会有什么利益好处，利益好处，就是你光修改这个外表，光修饰外表，怎能有好处？这个哪里有利益，就是没用，所以它译的是修饰外表有何用？就是怎能有好处？下边一句说，也得没白心甘铁，也得没白心甘铁，也得没白心甘铁。也是树枝的枝，一个木一个枝，12枝的枝，枝的是叶儿，枝叶，枝叶，树前边是叶是枝，后边的是叶，枝叶没吧，没有枝叶。兴是树，甘本意是干燥。干的本意是干燥，前面也出现过。说这个树啊，这个地方就不是干燥了啊，也可以说是干燥。你看它译的是枯木，就是说这个木这个树啊已经死了，这个干了，成枯木了，所以呢兴干，干木枯木，没有枝叶的枯木，因为它那个已经死了，那个枝儿就断了啊，叶子也不会长了。没有枝叶的一个枯木，铁儿在它上面，在它那里，在它那里看怎么样呢？绝本大江卡拉贼，绝本大江卡拉贼，绝本大江卡拉贼，绝本大江卡拉贼。绝本是什么呢？是宝冠，就是比较高级的帽子，宝冠。这个你比如说咱们那个法师有时候做法会的时候戴五佛冠，那个上边有5尊佛，那个唐僧地藏王菩萨戴的那个五佛冠，就属于这就叫绝班，就是那个比较高级的这个比较华贵的这个帽子，宝冠啊，一般说。华盖，那个就是伞呐，这个就是顶端的那个装饰，什么武士戴的那个头盔帽尖的装饰，反正就是比较这个就是尖上的这个头上戴的一些这个比较宝贵的装饰吧，绝版属于这一类的，就宝冠就行了。大将，大是那个挂上拴上，咱们说过那个起名，就是挂上拴上系上戴上，戴上一个宝冠，就是说你那个一个枯木没有枝没有叶，你给它戴个宝冠，是这个地方就不见得戴宝冠了，可以说给它装饰的漂亮一些，给它顶上给它弄一个伞盖，给它弄一个什么，反正给它弄个美丽的装饰。然后卡拉贼就是哪里会贼美丽呢？哪里会这个漂亮呢？意思就是没有内容，你光在形式上下功夫没有用，整个这个意思就是这样。这个语法现象就是用这个卡拉，就是哪里，就直接用汉语哪里在哪里，哪里会漂亮呢？
岂能，所以怎能岂能，理解。子也是漂亮的。子也是漂亮。好，咱们来读一读啊。汉盖云丹没狗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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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崎岖绝北记了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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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得没北心甘提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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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绝本大江卡拉贼，绝本大江卡拉贼，绝本大江卡拉贼。绝本大江卡拉贼。好，这一节就完了。下边换就是前边是这个语气副词，下边呢是语气词。这个语气副词，注意副词都是形容这个动词，形容谓语的。如果那个谓语是形容词呢，它就是做状语，就是它副词的那个意思是做状语，形容谓语，形容动词、形容词。因为那个谓语呢，一种就是用动词做谓语做动作，一种就是用形容词做谓语，就是它是什么什么样子的，这叫名词谓语句。这个语气词呢，就不是做状语了，语气词就是纯粹一个这个句子的一个某种语气。咱们来看一下啊，一般都是在句尾的。咱们先看语气词，一共是有4类啊。第一类叫陈述语气词，这是最常见的，就是平常说一句话，最后呢要有一个咱们原来老叫句号，就是最后一个字的最后一个字母重复一下加一个哪若，什么什么国，它这不要看它这一堆，你就记住最后一个字母重复一下加一个，然后它意思是什么呢？看后边啊，了啊也就是一个语气。就是什么这样做完了，什么什么啊，什么什么也，就是一个语气词，实际上就相当于句号。然后后边还有不一样的地方啊。这个如果它在后边跟这个，你看第2行啊 ，gi ki ki 一是什么呀？都是那个的，是吧？都是那个的，对不对？都是那属格的。然后后边呢还有句格，如果是属格，如果是句格呀，本来属格句格也有自己的本意，属格就是什么什么的，句格就是用它来做什么。但是在这儿呢，它们同时可以用作语气词，表示什么语气呢？表示肯定确定。在句子中间呢，这个出现这个，你有时候会感觉，这有一个的，怎么后边没有东西啊？你比如说什么什么的，一定说什么什么的什么，没有，到这就断了，这是怎么回事啊？你感觉奇怪，你就记住什么什么的，或者是用这个句格，它还有一个意思可以表示肯定、确定的意思。这个表示肯定、确定呢，一般呢是在动词后边，而且后边再没东西了，就是比如说。这个一个动词，然后后边跟一个这个，那就是肯定是这样。动词或者形容词后边，这个最后一个语气词呢，就是你呢，就是咱们说的爱你，打你，就是跟发音也跟汉语这个你相似，就是强调的意思。就是说，你比如说我吃了饭，这是一句话，说我呢。已经吃了饭了，这2句有什么不同呢？就是有个强调，就是说，你们是这个还没吃饭啊，我啊，强调我吃了饭了，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呢，加个你是强调的意思。这是先说种类啊，这叫陈述句语气词。第2种呢是疑问句语气词，就是什么呢？最后一个字母重复一下，加一个嘛，什么干俺，加个嘛，表示什么呢？表示你看它直接就用汉文那个嘛，就是这样吗？
表示疑问。这个拿本身就是咱们知道就是假设如果就本身就是这个疑问但是它这儿呢用的是就是说在句子里头呢也是表示可能是在最后表示这个就是说也是表示是吗？是这样的，是怎么样的呢？它也表示一个那个语气词。那个假设如果呢也是虚词，但是它有实际意义。这个呢就是表示一个疑问的语气词。一个是那个就是重复前头加一个麻，一个是拿，表示疑问语气。第三种就是那个命令句祈使语气，就是请求对方做什么，或者是反正就是说要求对方做什么，或者是命令对方做什么，这个它后边就是命令句。命令句呢有这么两个表现形式，一个是最后呢放一个唐，这个唐呢就带有那个让我们怎么办，让这个事情快实现吧，就有那个就是祈请的语气，一个是后边带唐，因为如果在句子中间带唐呢，唐后边都要唐东西都要，它是在句子最后也不唐东西，那就是个语气词，就是命令式语气词，什么什么吧，让是如何吧，就那意思。命令语气词还常用的一个就是那个记习习，就是像前头咱们说的那个刚学过的略习，就是都看着，就是一个命令式，请求就是请求对方做什么动作，这么一种语气词。像这个记习习呢，这个是跟很多那个其他的跟那个不定指代词是同行的，就是但是呢，你看它用的这个位置，它如果用在一个名词后边，那就是不定指代词，就是某一个什么。如果用在整个句子的后边，你一看那个句子又是请求对方做什么的，那就是命令式。最后一种这个语气词是感叹语气词，那就是那个抒情式的了就是看一个一个是嘎耶，这是藏族人叫着人的这个方法，咱们汉语里头叫喂，它就是嘎耶，就是这是方言不同了下边一个是给吗？哎呀，就是那个表示惊讶，后边这个是给会，后边那个是给会，呜呼，也是一种感叹下边这个是哎妈，是哎呀，你这就是个用的熟练，你大人们都那么惊讶，小孩子自然也就那么惊讶了，就是个喜气，他就哎妈，这没什么道理，哎妈好，又好，就是跟汉语有时候也那个音有点相近，因为终究它这个同祖宗嘛，原来的证明就是原来的口语是一致的，然后演变成方言之后呢，也有相似之处。这些呢，就是你就记住，这是语气词，像咱们那个佛经里头，这个好像是就比较少了，但是它有一些对话里头呢可能会用。下边就开始具体的讲陈述语气词第一种。说陈述语气词呢，表示陈述语句，一般位于句尾、谓语之后，有的位于句中。第一个说这11个语气词，它是把能带这个就是这种情况的都给列在这儿了，又称句中词或终结词。咱们原来说过句中词，代表这个句子结束，代表句号。它们受前音节后加字制约的情况是。声母辅音，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发声的那个下边那个基字就是那个声母，那个元音是韵母，上边哪若是韵母，声母的辅音与前音节后加字相同，等于就是重复前个音节的后加字。韵母就是
说了半天，你看他说的很复杂，实际上就是什么呢？句子最后一个字母重复一下，加个哪若就完了，就是句中词。然后还有两种特殊情况，一个是后加字要是啊，因为后加字是啊的没有意义，它纯粹是为了那个两个字母并列分不清哪个是基字哪个是前加字后加字，所以呢它就往后加一个啊，表示那个就是表示中间的那个是基字，前边是前加字，所以这个啊没有意义。所以凡是碰到这个啊呢，就直接给这个啊加一个那个哪若就行了，就不用这个重复它了，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附加上去的东西。要是没有后加字的，就加一个就这连啊带哪若一块加上去，加个古文里头有在后加字塔的，现在已经取消了。这个呢后边用多，这是一个这个就是有时候呢这个解决什么问题呢？有时候你会感到奇怪，这个最后一个字母它不是那个大，为什么最后句中词用多呢？这个情况你就记住，这是古藏文里头这个字有后加字塔，后加字塔它那个大它用的是多，所以呢就这个现在取消了，所以形式保留下来了，所以你就理解这种语法现象。就是说有时候你会发现多跟前边最后一个字啊那个不同，可是呢看它呢又在句尾又是句中词，说怎么回事呢？那就是那个有这么种情况。原来古代有在后加字塔的用这个，结果现在取消了，所以看不到了。好，这个句中词咱们就来看一下它的例子。读过，读就是存在的意思。赏我，这是好的意思。阅读，吟我，吐我，这个吐是能够，能够。下边是念么，他若，这个他日记住这两个是解脱，不是那个然不是加上去的。他日呢你怎么记呢？他不是边吗？日就是在边上，就是你到了边了，你就解脱了，就是走到头了，你就解脱了。受苦受到头了，走到边了，或者说走到那个解脱的边，走到涅槃的边那了，你进了涅槃了，到边就是解脱。这是一个完整的词，不是这个加上去的。捏了，睡着了。谢索，送索，这个送是说的敬语，送索。嘎哦，你看它这个呢，就是嘎是喜欢，它的那个后边那个啊呢，纯粹是为了区分这个前加字后加字加上的。你要是没有这个啊呢，就是你可以念塔，也可以念嘎，加上这个啊呢，就表示嘎塔是基字，那个是前加字，所以你就搞不错，纯粹是这样。所以它是一个附加成分，所以直接给它加个哪若就行了，嘎就变成了这个，因为这个时候已经它挨着它已经不会理解错这个基字了，所以就不用再重复了。下边那个道，这个是属于什么呢？没有后加字，它那个基字是大，上加字是拉，没有后加字这个词儿，没有后加字的呢，直接就给它加啊哪若没有后加字的就是到一个句子结尾，到就画句号的时候，没有后加字的就给它加整个那个啊都加上，这是两个特殊情况。单是表示出来，让你来理解，他做一个动作让你来那个就是显示，也叫说，这个词很那个用的很经常。你看这个就出现什么呢？后加字是拿，结果呢它那个句中词是大，说怎么回事呢？你就记住这个词在古藏文里头它有在后加字，有在后加字塔，所以呢
它就保留了这个多的这种读音，这是一种特殊情况。比如多，就刚才说的那个变成、形成、变成，也是这种情况。还有一个是再多，这也是个敬语，就是给的敬语，圣者给你，或者国王给你，上师给你，就变成了再多，就不是一般的给了。这都是属于那个就是大，跟前边的后加字的这个不一致，但是它做句尾，这时候你就知道它是由于古汉文的那个在后加字它被取消了，所以遗留的这么一个情况。下边这个也读一下啊。句中词用到句尾的谓语之后，表示陈述语句的终结。它前面可以是一个包括名词谓语句在内的各种类型的单句，就是说前边最简单的可以是一个很简单的句子，一个主语一个谓语，然后就都结束了。也可以是包括多层复句在内的各种类型的复句，就是它前头可以是说了好几个短句，最后来个结束。有时则是句群、段落甚至篇章，就是说甚至它可以表示整个这个段的结束，表示整个文章的结束，都可以用这个句中词。了解一下就行了。下边看这个例句啊。Q 题名 Q 是小孩子，题是同位语，那个小孩子，然后加上这个的，那个小孩子的名字。下边嗨人亲鞋大手，嗨人亲鞋大手，哈是天神，天神的人亲宝贝，人是价值，亲是大价值就是宝，天宝，这是天的宝，这是一个词。鞋是表示引号，就是说所谓，就是表示这个后边动词的内容。后边动词是什么呢？大，就是咱们说的那个拴上、挂上、系上，这个给一个人拴上一个名就是起名，这个孩子的名呢，起的就是鞋，就表示起的那个内容，起的内容就是什么呢？就是天宝。所大所重复最后一个字，加上哪若就成了句中词，就是说这个句子的就结束了。这个比较简单，咱们读一读就行了。Q 题名嗨人亲鞋大所，嗨人亲鞋大所。这个汉语就直接起名叫天宝就完了。那个起名叫，你看它还有一个叫实际上那个鞋就是起的名字就是，起的名字说的就是，它有那个所谓，就是它有这个关系。下边一句啊，孤绿宅巴养，孤是身体的敬语，驴就是身体的那个平常的词，给这个平常的词加上一个敬语的，合起来就变成敬语。就是他说的这个身体呢，就是前边这个孤呢，主要起的作用就是把后边这个变成敬语，起这么一个作用。这个他说的这个身体呢，一定是一个比较尊重的人的身体啊。贵体贵体，对，就加个贵字儿，对，正好这个贵字儿呢，它孤，它是那个身体的敬语，它就，但是在这儿它的意义啊，就不光是说是身体，它就是给后边把整个词变成敬语，它有这个含义。宅吧很简单，就是老，衰老，就是老。这个动物是老，植物呢枯萎，老枯
枯萎两个意思。这个是个敬语，也是敬语，老的敬语。一般人那个说那个老是生老病死感，这个宅是敬语，用的很窄，意思也很很简单。这个身体老了，阳幼，阳有也的意思，还有幼在。身体老了之后呢，又发生了一个什么情况呢？旬下监督给入多，旬下监督给入多，旬下监督给入多，旬下监督给入多。旬是年轻，旬是年轻，虾是肉。旬虾是什么呢？就是指你这个人呐，肌肤柔嫩，肌肤细嫩，这个肌肤就是肉，你肉年轻，就是说这个肉啊很嫩，跟小孩似的，就是肌肤柔嫩，表示这么个意思。旬虾，肉嫩。旬下间具有这个很好的容貌，就是具有这个很年轻的容貌。图是表示方向，给入多变成了图前边变成了什么呢？变成了肌肤柔韧，就是说身体老了呢，它又给变成了，就是返老还童了。给入多，这是句尾。返老还童了，下边的翻译看，衰老的身体变年轻了，就是老了它又变那个年轻了。然后罗家尼修吐波，罗家尼修吐波，罗家尼修吐波，罗家尼修吐波。这个地方呢，就是后边这个窝呀，刚才我在上边最右上角呢，我读了窝，实际上这个呢，因为它不是形容词，它是句中词，就是按照正常的读音就是读包，按正常读音就读包，就是因为它不是形容词，形容词是爬变娃，这个变窝，这不是形容词尾，就是一个重复最后一个字母，然后就直接读包，就是按照正常读音就可以，就不变。这儿呢也是 tubo， 就直接就是它是句中词，直接按照正常的那个读音规则来。这句什么意思呢？罗是年，甲是百年，尼是2，修是10，修是20，120岁。兔是能够，就是能够。实际上这省略了一个，就是能活120岁，不结束，就是活了120岁，就是这个人呢，他本来老了之后呢，他又变年轻了，结果呢活了120岁。后边顾虑寄给，还是他这个身体既是句格，用一个身体，就是他老了又变年轻，这是一个身体，用这一个身体活了120岁的这一个身体。米猜你吐塞肉，米猜你吐塞肉，米是人，猜是寿命、生命、人命，人的寿命，人的这个人的生命吧。你2个，兔能够活2个命，2个生命，就是用一个身体能够活2个生命。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用这一个身子活了2世，就是他中间又那个返老还童又生长了一世嘛，用这一个身子活了2个命，活了这个2世。Sero 是说，Ser 是说，这个说呢，它这个跟别的前头的那说的不同是什么呢？它是据说、传说，没有主语，凡是用 Sero 就没有主语，都是
传说、据说，没准儿，就是这种，就是听说，据说呀，他活了120岁，他这可谓什么翻的这样，就可以这样说。这个是完全是从前跟这个塞若没关系，他这个整个是个传说，就是人们呐都这么说，据说传说，这个我也不负责任啊，反正我就是这么听说的。塞若就是这个说，这个他这个可谓啊是从这个前边这个句子的意思上开展出来的，就是你看用一个身体能够活2个命，这个他就觉得这个你看说活了120岁，然后他就觉得语气上啊需要加一个可以说是用一个身体活了2世，他这就是解释性的意思，可谓他是自己翻译的，他觉得这个地方应该有这个意思，他加上的。塞若他没翻，塞若就是传说、据说，传说、据说跟可谓完全是解释前边这个，就是说他又返老还童，可以说是，跟那个塞若没关系。好，这个里头语法现象就是那个一个是 gyrodo， 就是这个说跟后加字不一致，这是因为原来古字里头有在后加字塔。再一个就是那个 tubo 呢，因为不是形容词尾，所以不变音，就直接读包，tubo 就是表示句中词。好，咱们来读一读啊。最后那个塞若呢就是正常的了，就是重复最后一个加个拿若就结束了。顾虑这把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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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寻下监督给入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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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家你修土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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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虑几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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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迷猜你土塞若，迷猜你土塞若，迷猜你土塞若，迷猜你土塞若。再来一句，55分。下边这句简单啊，是忒塞你，忒塞你，他的儿子，这个塞是儿子的敬语，所以这肯定是一个不是一般的儿子了。他的儿子呢，后边就没有那个是就省略了。经常那个名词谓语句就好像咱们说什么者什么也，没有那个是字儿。他的儿子呢，就是谁呢？就是给包南日松赞诺，给包南日松赞诺，给包南日松赞诺。给包南日松赞诺。他的儿子呢，就是国王南日松赞。句中词，这个句子很简单。咱们来读一下啊。忒塞你，忒塞你，忒塞你，忒塞你。给包南日松赞诺，给包南日松赞诺，给包南日松赞诺。给包南日松赞诺。再来一句啊，再来一句，下边这个也简单。比尼，比尼，这个呢，这个是什么呢？你要看它的后边内容，它是指这个人。这个人呢，这个人下边呢，最后一个词是 some， 就是心想，就是这么想。心想的什么呢？前边内容，心想说这个人呢，后边啊，越南亲包唐丹巴西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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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南是福德，越南福德，亲包大福德，唐丹巴具有，习不定指代词，是那么一个具有大福德的国句中词人，这是他心想的内容。说这个人呐，是一个具有大福德的那么一个人呐。后边啊 ，nyam sam， nyam 本身就是心想 ，sam 也是
这个心想，萨姆是就是思维分别，也是这个考虑。说 nyamdu sam 为什么要重复？好像是想中想。你看那个 nyamdu 就想中想，这个想啊，跟那个一般的想的特点是什么呢？它是设想、料想、估计。是 nyam 还是 sam？两个都是心想。啊，我这就是你说谁是设想料想？它这个就是一对儿组合，就是 nyamdu sam， 就是说，你要是用汉语硬拼，就是想中想，是吧？就是在想中想，这个想中想啊，就有点虚了的这个意思，想中在想，所以呢，记住它的意思是设想、料想、猜想、估计，这个意思。跟那个直接说 sam， 那就是老老实实，就是我就是这么个想法。他这个想中想就有点虚，有点就是猜想设想。你看他这个呢，就是他可能根据他穿的服装啊什么，他一看啊，这个人呐，可能他是猜想设想，这就是跟其他想跟广用一个想不同的地方。好，咱们读一下啊，就休息。第二薛南亲包，第二薛南亲包，第二薛南亲包。당단바시고 냠도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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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休息。